你有冇試過喺皮膚下面摸到一粒硬硬地，即係佢仲會出白色嘢嘅粒粒？好多人以為佢係暗瘡，但其實佢好大機會係粉瘤，醫學上叫表皮囊腫。咁粉瘤同暗瘡最大嘅分別呢，就係佢入邊有個完整嘅囊袋，會不斷積聚角質同油脂，所以佢係唔會自己消失嘅。千祈唔好手多多亂織嘅。粉瘤個囊袋就好似個計時炸彈啦，你一亂織，好容易搞到深層嘅囊袋爆裂啊！啲積聚物同細菌一爆出嚟，就會引起嚴重嘅發炎反應，出現紅腫、熱痛，甚至含膿爛晒。發炎之後唔單止會好痛，仲會增加留疤嘅機會，處理起嚟更加麻煩。想徹底搞掂粒粉瘤，唯一嘅方法就係做手術啦。醫生會將成個囊袋完完整整咁切除，咁先至可以真正一勞永逸，唔會翻發。記住，皮膚上面嘅問題，千祈唔好自己亂嚟。如果你發現粒嘢生得好快或者好痛，請即刻去睇專業嘅皮膚科醫生。最後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身邊嘅朋友，大家一齊了解更多健康資訊啦。